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一个报道，也不长，它标题叫严重财务造假将强制退市，说证监会严肃查处东方通严重财务造假案件。记者9月12日从中国证监会获悉，证监会近日对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叫新 ST 东通，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我们所说的这个财报作假，经查，新 ST 东通连续4年虚增收入和利润，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证监会拟对上市公司罚款2.29亿元，对其名责任人合计罚款4400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新 ST 东通涉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人民日报说，证监会表示，对于可能涉及的犯罪线索，将坚持应疑尽疑的工作原则，移送司法，移送公安部，叫应疑尽疑，严格按照刑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管入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移送公安机关。这个是人民日报今天刊登的。那人民日报是喉舌，说明至少从上面重视财务造假的问题，要严打财务造假，强制退市。同时，证券日报昨天也刊登一篇文章，叫退市不免责，又一家退市公司被重罚3.75亿元。9月12日，退市公司怡利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怡利节能，发布公告称，公司受到内蒙古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告知书，因公司涉嫌在2016年到2023年期间存在财务造假，这7年期间财务造假、关联担保、资金占用等，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欺诈发行债券。内蒙古证监局拟对公司控股股东及29名相关责任人处以3.75亿元罚款，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市场禁入等措施。他这个处罚对象，这个对怡利集团是3000万元罚款，这是怡利节能的大股东，这怡利集团3000万的罚款，对怡利节能2.1亿元的罚款。这29名责任人，咱们要关注一下是哪些人，那就是董监高，就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一般这4个人，就像上市公司的4驾马车，这4个人一般的要处罚这4个人，董事长是跑不了的，董秘、财务总监、总经理，一般的只要涉及虚假记载，也就是财务造假，这4个人跑不了，没跑。当然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很多上市公司造假、财务造假，但是他的董事会秘书，有的是财务总监，免于处罚。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财务总监或者董事会秘书他已经变成了证监局或者是交易所的叫申猴，他把这上市公司造假的一举一动都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汇报了，所以他就免责。所以你要看到，如果这个上市公司处罚了这么多人，但是财务总监没处罚，或者是董事会秘书没处罚，我告诉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财务总监或者是董事会秘书定期的向监管部门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并且提供证据。那怡利节能那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监事全部被罚，并且他这个更狠的是，有一部分人员没有担任董监高，但是也参与造假，一样的被罚。所以从怡利节能还有东方通处罚来说，给人感觉像模像样，但是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杜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有这么几个原因：一就是你这个处罚看上去很重，实际上没什么用。你能不能像美西方那样，一抓住就倾家荡产，罚得他痛不欲生，罚得他下辈子都不敢再做这事？做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你把他罚了，他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他有钱，你给他发个300万，人无所谓，交吧，
你他发1000万，他也交，反正我赚了8个亿，你就是交1个亿，行，我也交，这不是赚了吗？有一种情况是没钱，他的钱不知道整哪儿去了，也可能润到国外去了，财产。所以这些人他早早的，他一般的这个事情，他都不像刑事责任呢，也公安机关直接就把他控制住了。不是的，这种证监会监管部门调查的，从谈话开始，从执法局什么稽查处给你发一个稽查通知，还叫事先告知书。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自己败露了，这个人家只要一查，那肯定是跑不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什么财产割离，该给老婆的全给老婆了，债他背着，资产的给老婆或者给孩子，早就剥离了。完了这个他辛苦他一个，幸福全家人，你早就做财产割离了，你罚他呗，反正他一个人成老赖，跟许老板一样蹬缝纫机，你能把他怎么样？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所以我们这种处理的事后有什么用？所以我在以前说过，但是这个主意也不太好，但是确实你不这么做没办法。所有在国内上市的上市公司，你的实际控制人，他一般的上市的时候，他必须要交代清楚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他的整个的本人、直系3代亲属都得签署，不准到国外去。钱你没办法控制，人家想办法吸走了，比如那个布鞋首富，人家轻轻松松21个亿的美金的钱，不知道吸哪儿去了，成立什么家族信托。钱你控制不了，你管不住，我把人给管住。你这3代人别想出国，都边控10年，等到你这个上市公司稳定了没问题，那个时候再解除，你只能这样了。要不你是防不胜防，你就怎么整人家都能找到这个漏洞。你不让人走，他钱出去，他人出不去，他也是很痛苦的。那钱全出去了，自己子孙后代出不去。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一招。虽然这一招不能体现什么法治精神、什么自由，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我认为，你监管部门怎么罚他财务造假、欺诈上市，都杜绝不了，因为成本和收益相差太大，也就是收益太大了，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比贩毒的收益是不是大得多啊？你贩毒超过50克就枪毙，完了你贩毒收益才多少啊？你知道上市公司收益是多大啊？你1块钱的东西，对吧？一上市就变成40，这不是暴利？完了出了事也不枪毙，顶多罚你点钱。所以说，对实际控制人，他们上下直系亲属3代，统统的把护照没收。这个办法虽然有违市场经济，有违法治，有违这个自由，但是你不这么整没办法。我们再看看美国人，人家是怎么整。我今天看媒体报道说根据 FT 中文网报道说，最近几个月说美股的投资者啊，在一些纳斯达克上市的小型中国公司股票上投注，也就是投资啊，买了它股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说外国公司通常通过一群小型承销商、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证交会就是 SEC 表示，已成立特别工作组，针对涉嫌与中国拉高出货骗局相关的专业服务公司展开调查。我给翻译一下，也就是有一小撮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里面，而且是小型中概股做庄，开始炒概念拉高，等到这些美国的投资者不明所以扎进去之后一买，好，他们就拉高出货，一下把美国的投资者全套住，损失上10亿美金。实际上这不就是在忽视这个多典型的一个也很老套的一个做庄手法。可惜你搞错了地方，你搞到美国去了，美国证监会那可不惯着你。说熟悉监管层想法的人士表示，监管机构将严惩那些普通的中介机构，这是国家安全问题，这是 SEC 关注的焦点。前一天，纳斯达克公布加强交易标准，以打击拉高出货现象激增的计划。美国人家是侦查，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美国司法部指控2名男子操纵一只美股中概股价格牟利。看，马上就查到2名男子操纵纳斯达克上市中概股，就是做庄。说美国司法部指控2名男子涉嫌通过抬高一家南京公司在美国的股票价格，骗取美国投资者数百万美元。根据弗吉尼亚州提交的起诉书，
该案指控这两人涉嫌在抬高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叫奥斯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价。据称，这两人随后抛售了所持股票，获利超过1亿元。起诉书称，美国司法部表示，6月份该公司1天之内市值损失超过9.5亿美元，导致不知情的投资者蒙受损失。该部门刑事部门代理负责人马修·加莱奥蒂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告通过掠夺性的拉高出货计划，瞄准美国散户投资者，以利用这只股票价格的人为上涨获利。今天的指控表明，刑事部门致力于积极保护美国公民免受试图利用美国市场的外国势力的侵害。这在咱们这是很普通的坐庄，拉高出货，很多散户还津津乐道。我抓住这是庄股了，如庄共舞。但是在你跑到纳斯达克，你跑美国搞这一套，那人家就往死里整你，绝不惯着你，倾家荡产起步啊！是不是牢底坐穿？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能查到这些犯罪，也可以查，你还可以倒查。问题就是你查完之后，面对一个空壳公司，他把资产都搬空了，留下都是负资产，你怎么样让他赔？这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一想，你只能用连坐制度，没办法。所以让所有的参与的人都得赔钱，让券商、让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让律师事务所就得无限连带责任。这个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没钱赔，那你们赔。这样导致个什么？导致至少这些人不敢狼狈为奸，他不敢配合上市公司去造假，他不敢签字。你一签字，你就是你来赔。他不敢签字，那就说明他这财报有问题，他这有涉嫌造假。我们再看看马官员，他对胡适他也发表了看法。马官员不光发表房地产的，他发表胡适的。他说美国股市，他说从哪一年开始股灾开始，他的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现在涨了6倍了，都没泡沫。为什么我们的股市稍微一涨就含泡沫呢？大家看视频。资本市场如果不赚钱，就把它关了就完了。如果说资本市场一赚钱，大家就害怕，那要这个市场干什么？中国股市这一波的大涨啊，其实早就应该出现了。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如果拉长，如果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大涨。美国的纳斯达克涨了6倍，标普涨了3倍，道琼斯涨了1倍多，全球主要的资本市场都基本上涨了1倍。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从08年那个时候开始算，大家看中国的 A 股啊，看这个上证指数，到现在为止没有到08年那个高度，也就是我们总体还是在下降的。全球的股市也好，房地产市场也好，主要的国家都在上涨，听清楚了，没有下跌。美国股市啊，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的大盘的涨幅都在20%以上，但是中国股市仍然徘徊在3000点左右，这是不正常的啊。所以今年为什么这个股市出现了上涨？第一个是跟其他国家比，我们的市场到今天为止确实太低了。第二个是国际资本也看到了，中国的资产价格处在一个洼地，所以这个市场在起来。但是我们过去老有一个观念，一旦股市上涨，大家就担心泡沫。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美国不担心泡沫？美国纳斯达克涨了6倍，标普涨了3倍，每年20%在涨，它为什么不担心泡沫？我们一定要问。所以这几年我老在讲，我们在经济学的、金融学的基本常识方面，我们现在连基本的 ABC 都没搞清楚。什么叫泡沫？没泡沫就好吗？股市往上涨，房价往上涨的时候，大家感觉有钱了，这是一种幻觉，对吗？有这种幻觉好，还是没有这种幻觉好？这都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我们现在一提到泡沫2个字就害怕，一看到股市上涨就说有泡沫。所以我们要问，别人搞金融搞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担心每年涨那么多，这么多年翻了这么多倍，为什么他不担心？所以我觉得啊，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说实话，无论是股市也好，还是房地产也好，现在都处在一个低位。我们其实要营造一个股市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机制，让投资者真正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当然，我们不是说股市上来以后所有人都能赚钱，我们必须强调，股市的投资也好，房地产投资也好，它是一个专业投资，你必须弄懂了，你才能去做。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怎么做，
别人都是爷爷级别了，我们还是小学生的级别啊。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对于中国市场来讲，我们讨论的倒不是说现在是不是牛市的问题，而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泡沫，怎么样去理解资本市场，怎么样去看待资本市场能够给投资者给回报。资本市场如果不赚钱，就把它关了就完了。如果说资本市场一赚钱，大家就害怕，那要这个市场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建立一个股市的赚钱文化，构建一个。马官员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那个曹德旺，大家记得曹德旺吗？恒大刚暴雷的时候，那曹德旺去了，说咱们中国人都是从美国学的，结果学又学的不认真，不知道人家那什么意思，照搬抄招，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改，学了之后就完蛋了。这个我倒是觉得曹德旺说的有一部分道理。我们资本市场那就是从美国学的，你根本就不用这个不好意思。问题是你只学了皮毛，你把不好的学来了，人家后面还有一套控制系统，让这个资本市场正常运转的一套监管系统，你没学，或者你学了你用不了，你反过来说这套制度不好，这是不对的。所以说你看马官员他说人家美国为什么一涨6倍没问题，我们这一涨就喊泡沫来了，你跟美国不是一码事。你这个说不好听的，你这数据你连最起码的诚信都没有，你这个市场里面这些主体上市的目的就是圈钱，就是捞一把润到美国去。你跟美国那上市公司是一样的吗？人家可没想着说上来捞一把就跑到俄罗斯去，或者跑到新加坡去。你这上市公司主体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想捞一把就走。我们不能说全部，这么说太极端了。大部分人他有这想法，上市是为了圈钱，这动机都不一样。再加上你这个篱笆扎的也不牢，你拿什么老跟人家去比？人家那个数字一点水分都没有，对吧？他不敢造假，一造假上上下下都倒霉。美国那个安然事件直接导致他这个审计机构直接就关门。那你说在我们这儿，会计师事务所被罚的多了去了，做假账的参与做假账的多了去了，没有一家倒闭的，那照样生意红火。你这市场环境都不一样，土壤都不一样，没有诚信呢。在这儿诚信是什么东西？不知诚信为何物，反而你越诚信，人家越觉得你这个有问题。尔虞我诈、欺诈，那才是常态。所以人家涨6倍，那人家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人家就能赚那么多钱，投资者就是看好的。你涨到这个现在3800，那沙滩上建高楼，你沙滩上建高楼，你当然危险了。你不要说建8层了，你建2层都危险。你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家地基打得牢，人家往上盖。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无限制了，它能盖500层，那也不一定，也可能会倒。但是人家至少是安全的多。你是在沙滩上盖的，你老想跟人家比。这个资本市场这套制度其实没毛病，你要学就学全了。我记得咱以前节目介绍过，美国的证监会在美国那是最清闲的一个部门，而且美国很多投资者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闲得慌，他没事干，哪像咱们这证监会，你说编制是越来越庞大，各个省还有证监局的派驻机构，还有交易所，咱们得有多少人？为什么？而且这么多人还很忙，天天要加班，天天要监管。在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都有一个交易所的老师监督，当然他一个老师他可能监督好几家、10来家或者5、6家。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这儿防不胜防。防不胜防的根本原因还是你这个，我觉得从底根子上还是监管出问题。这个不多说了，咱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美国科克对吧？被枪击，胡锡进老师他也发表了一个看法，一个评论。胡锡进老师说，他说枪杀查理科克的嫌疑枪手归案了，特朗普宣布我们抓住他了。然而，这个轰动全美的凶手并非是由警方破案逮住的。特朗普说，本质上是某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举报了他，而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一位有27年警龄的警长。他的儿子22岁大学生泰勒·罗宾逊作案后主动向父亲警长做了坦白。结果这起案件在最终破获是作案人向父亲主动坦白和老警长大义灭亲的故事。出事地美国犹他州的警方看来水平不高，他们之前抓出了2个嫌疑人，后来都放了。有监控镜头拍下作案者的模糊照片，但警方依然确定不了被拍者的身份。
而这样的确定，似乎中国网友们就有本事完成。当地街头看来也没有能够形成网络的监控设施，帮着连接起作案者逃跑路线和行动。这胡静老师他什么意思？他是调侃吧，把这个变成一个老警长大义灭亲这么一个故事。完了之后，他也调侃了一下美国没有天眼工程、雪亮工程，美国摄像头密布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凶手这么长时间都没警方都没抓住他，还是人家大义灭亲。胡静说，那个罗宾逊为什么要杀查理·科克呢？初步调查是因为他对科克宣扬的观点不满，后者是激进的保守主义青年领袖，而罗宾逊是一个22岁的大学生，成绩优异，考分处于所在大学内的前1%。罗宾逊在实施致命犯罪后成功逃逸，已经有了不被捉住的可能性，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向警长父亲做坦白，这显示了他在有出手绝杀狠劲的同时，也有单纯的一面。我觉得胡一静老师这个评论是不对的，他忽略了，就是因为咱们都不知道，都是媒体报道，他忽略了作为警长的父亲已经高度怀疑他儿子是凶手。因为知子莫若父，这个凶手的形态、凶手的穿的衣服、走路姿态，虽然拍的面部那照片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作为老子，他又是警察，所以他有强烈的预感，他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他儿子，所以保不齐他就跟他儿子做了促膝长谈或者是盘问，结果儿子一看，他爸一盘问，觉得已经高度怀疑他了，所以他就招了。我觉得有可能，肯定是他爸先怀疑他，如果他爸根本就没关心这个事，那保不齐他也不会向他爸坦白。政治谋杀，尤其是这个人实施的谋杀，往往是由政治狂热、思想偏执以及性格单纯共同出动的。从罗宾逊母亲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看，那是个幸福的大家庭。罗宾逊是父母3个孩子中的长子，他在很多照片中甜蜜地笑着。他实施对另一个保守主义青年领袖的枪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罗宾逊使用的是一把大威力毛瑟步枪，他的枪法如此准确，对科克一弹致命，说明枪支在年轻的生命中陪伴了他。他是一个冲动变成行动，在美国拥枪环境中轻易可以实现，而受害者科克是美国拥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根据美国犹他州法律，罗宾逊有可能被判死刑，跟往常胡一静老师的评论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胡一静老师没有说什么老胡以为，都没有，感觉他是在转发某个媒体的报道，但是胡一静老师还是隐隐的表达了一些想法，自己的一些观点。你比如说他在后面说，而受害者科克是美国拥枪自由的坚定拥护者。说实话，我在好像前面有一期节目说过了，这个科克是何方神圣，有什么光荣事迹，到底是干啥的，反正我是不知道。我想国内的很多网友恐怕根本也不关心，到现在他是干啥的估计也没人关心，大家只知道他被人一枪击毙。大家更关心的是美国的政治显得越来越血腥，顶多这是科克这个人干啥的没人关心，顶多有些人讨论说美国该不该禁枪，美国该不该拥有枪支，顶多就这个。但是我看有这个好像有那么1-2个人在我那个节目下面评论，就给人感觉好像华川粉确实脑子不太正常。他在美国他混不进主流社会，他的观点也没人搭理他，你不重要，没人在乎他怎么看怎么想的，是个边角料，所以他就逮住这个中文自媒体的，你得按他的想法，他是华川粉，他这个觉得科克死很无辜或者很惋惜，你要谴责凶手，你要去骂，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他在我的这个节目下面留言，有一个叫王志平的，他评论他说，你认为查理·科克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被暗杀是咎由自取的说法，你自己认为是不是道德崩溃？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显然一看就像个华川粉，这个华川粉他抓住一点点你表达的跟他不一样，
他马上就开始什么鬼魂附体，这个妖魔附体。我记得我在以前一个节目里说过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科克是干啥的，他被人枪击了。后来我在网上发现，科克他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那是持诋毁态度，他诋毁泽连斯基反抗，他认为克里米亚就应该是俄罗斯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人死了，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对我来说，我有这个权利表达，我不惋惜，你惋惜那是你的事。你来做节目，你的表演，你磕头，你哭，对不对？你把他的像摆到你们家，你给他上香，或者把他像顶在你脑门上，你跪拜没关系，没人反对你，你管我干啥？我的格局就这么多，我就觉得他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这在我来看就是正义。你不支持乌克兰不要紧，对吧？你也不要诋毁他，你诋毁他，你被人枪杀了，我觉得很痛快。没办法，我就这么，我这个素质就这么低，格局就这么低。你说有什么办法？他的死和普里戈金被普京给整死，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你不要管我怎么表达，你觉得你道德高是象征自由的化身，没有关系，你可以把科克的照片在你们家设个灵位，没事早上、中午、晚上一天拜3回。跪拜之前最好是洗澡，要沐浴更衣，这样子显得更隆重一点。我也不会笑话你的，你去照你的去做，你不要强迫别人。这个凶手为什么杀他，什么原因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俄乌战争有关？这不一定。但是我就认为，你既然是这种态度，你邪恶不分，正邪不分，至少是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这就是我的态度，就我从来不掩饰自己，我也不装。比如说什么，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这个怎么说，我也做不到。那个得有大爱的人才能做得到。我的层次还没到那个份上，还得练。有的时候能达到，心情好的时候说不定能达到，但大部分时候是达不到的。你能达到，那你是圣人。所以这些划船粉非常有意思，它跟粉小红是一样的，自己喜欢吃屎，它一定要让你吃，不吃是不行的。你自己喜欢吃屎，你自己躲在那儿吃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或者你表演也行，你不要强迫别人吃，最起码的。难道这个都不懂吗？这个划船粉到底是什么样一群生物，也挺奇怪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